我们的JOE 大大，欢迎我们的蛙贵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稍等一下，等我们的观众朋友进来的过程当中呢，来收听一下雨涵电台所录制的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别忘记哦，进来的观众朋友呢，跟我打声招呼咯。这是我的名，金鸡玉扣出身帝王家，罗裙得印过海我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咧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思幼秀，毋甘将礼陪。闹军队神，将头家，快爱呀，快爱！是不是停了一天的直播节目呢？大家有点不习惯呢？因为上周呢，钱蛋雨涵的舌头开始破洞了，所以说呢，等一下听到我的声音呢，会有点短记哈。来，我们先来聆听一下我们雨涵电台的都马调，感恩大家。欢迎收听雨涵的电台，准时8点，予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袂凊彩。对用知识长时行，成才才袂心惊吓。天大古涵广播，好恁听，祝恁收听古涵电台的观众朋友，天财宝满大听。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呢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当然要先播报一下明天的天气哦。那呢，今天你会听到我的声音呢，有点这个大舌头哦，因为我嘴巴破了一个小洞，所以说呢，为什么上周五呢休假一天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哦，没办法讲太多话。那呢，等一下呢，有一些地方呢，我们用一些唱歌来做带过哦。等一下呢，先来跟大家播报明天的天气咯。明天呢，台北地区哦，这个台北地区早上呢，白天是10%左右，晚上呢大概在70%哦，所以呢它是逐渐的在上升哦，所以说如果有北部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天气哦。欢迎我们的叶明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新进来的朋友呢，雨涵广播电台呢，都跟大家聊一些戏曲的小知识，还有我们明天的天气，以及今天的即时新闻哦。那呢，明天的台中地区、台南地区呢，降雨的几率大概在10%左右，所以说呢，台中以及台南呢，就还好哈，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呢，台东地区哦，一样呢，在10%到30%左右，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有台东的朋友以及北部的朋友哦，要注意一下这个降雨的几率咯。欢迎我们的叶明以及 ALIFF 大大，欢迎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嗨，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
今天的主题呢比较特别一点点，叫做你想当植物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主题呢？因为有很多朋友说呢，你吃素不是一样呢吃这个众生的这样的生命吗？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聊聊哦。别忘记呢，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新进来的朋友呢，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哦。等一下呢，会一一的跟大家继续来聊下去哦。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个歌曲哈，先听一下我唱歌，先听一下呢唱个歌仔戏的七字调。那这首七字调呢，里面内容是在唱什么呢？等一下呢，才来跟大家来做解释哦。我们先来聆听一下七字调。世上河顶是伟大，虽然为尊，你堪知？因的阮亲属着招牌，阮在心上，你敢不知？在家父母对你的挺胸，高贵公主犹如天的上升。出家了，你对谁尊敬？成平公主对我来说明，这个七字调呢，在唱什么内容呢？等一下呢，来跟大家做解释哦。先欢迎呢我们的可恩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那呢，今天呢会听到我有点这个大舌头哈，因为呢，这个新树还没来哈，我们的新树师兄还没进来，但是呢，我们的皮基呢小蘑菇呢已经进来喽，都欢迎帮我们大家呢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哦。刚刚呢所唱的七字调呢，内容呢在说呢这个世界上啦，谁人比较大啊？何人为尊呢？意思是呢，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驸马以及公主呢，他们在吵架的故事哦。那呢，为什么今天会有点大舌头呢？因为我嘴巴呢破了一个洞哦，这个舌头上，而且在舌尖上哦，所以说呢，有点大舌头，那你们呢就来忍耐一下这个直播主今天的声音咯。等一下呢，先来跟大家聊故事，再来呢聊一下新闻，再来聊今天的主题内容咯。你们最近呢有没有去这个美式卖场呢？这个黑色星期五的活动呢？那呢，在台中地区的北屯区哦，这个黑色星期五哦，那呢，大家当然就要去抢这个便宜呀。结果呢，有民众哦去这个美式卖场呢停车完之后呢，都要出来了哈。结果呢，被一个毒驾的人呢撞到。这个毒驾呢，一连串哦，撞了3车哦，所以说呢，你看原本是要去捡便宜的哦，结果呢，还是被遭撞了车子呢毁了一点点这样子哦。
所以呢，虽然这个黑色星期五的活动呢是一个非常便宜的活动，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然后最近的新闻呢，有好多的毒驾啦、酒驾啦，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像呢，今天呢，这个远景哦，这个彰化的远景去处理呢一则酒驾的事故。结果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又一台酒驾的车辆呢来撞这个远景哦。结果呢，这个远景呢，当然就遭撞了，跌坐在地板上。哇，好痛好痛哦！他呢一直在喊啊，说哇，怎么撞到我啦？怎么这么痛啊？等等之类的。那呢，真的这是这个酒驾的接力赛啦。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不论呢是白天出门、晚上出门哦，都要注意一下周遭这个酒驾的人呢，越来越多了，以及呢这些毒贩哦。就像呢前阵子呢，给大家播报的一个新闻哦，这个秋冬的时期呢，反而哦这个窃贼比较多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秋冬的时期呢，大家呢都躲在房屋里面吗？还是呢有什么样的原因呢？造成这个秋冬时期的这样子的案件比较多呢？今天呢还有一则新闻哦，有关于呢16岁的这个高中生哦。他们呢，这个违规哈，因为高中生嘛，16岁而已，所以呢没有驾照。那呢，他们呢，真的是违规无照驾驶，结果呢自撞了。那这个男骑士呢，当然就死亡了。但是呢，女骑士当然就吓得都真的是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哇，欢迎我们的雨柔呢，柔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感恩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那呢，欢迎大家跟我们聊聊天哦。这个可恩呢，也跟我们的小蘑菇说呢，这个晚上好哦。我们的小蘑菇如果有看到的话呢，给我们可恩回一下讯息哦。那呢，等一下呢，等等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朋友上来，也欢迎我们的少宇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少宇哦，我叫做雨涵，那你叫做少宇哦。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呢，都有直播节目，也别忘记哦，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欢迎我们的 OPPO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都给大家呢一些这个赚钱的探节婆啊虾了哈！欢迎我们的 N2K3Y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刚刚呢用我们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呢来唱我们的7字调，等一下呢来用我们的新卡北北赵三关呢来唱我们的传统的7字调哦。唱完之后呢，来跟大家讲一些故事啊，以及呢下礼拜的好消息哦，要来播报给大家。所以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传统的7字调，等一下呢再跟大家讲一些故事，讲一些呢下礼拜的好消息哦。我今天过得好吗？我今天过得很好哦。尤其呢，等一下呢要跟大家讲呢今天的好消息，以及呢很搞笑的故事哦。先来聆听一下7字调。新呀北北呀，走三关，该往所以哟会中路汉。放这两是无人管，一生
无穿。四盆无单啊，办事位无风无摇啊，好的袂开。这是呢我们传统的七字调啊，用新骑北北照三关，以及呢用这样子四盆无单摆四位呢，给大家所唱一下哦。那呢，等一下呢要来跟大家讲故事哦。先来讲一下呢，昨天我自己很搞笑的故事哦。昨天呢，因为我这个嘴巴破洞哦，结果呢，大家呢就给我试喝这个补给的这样子的奶粉哦，就想说呢，吃了一下这个，喝看这样的风力富啊之类的啊，喝这样子营养的奶粉哦，但是呢，我无法接受这个味道哦。来，我是男生还是女生哦？我是男生哦，在舞台上呢，我扮演女生角色，所以呢，这个叫做乾旦，乾坤的乾叫做旦角的旦，也就是呢，在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样叫做乾旦哦。所以说呢，刚才听到这歌声，不知道是否好听呢？先欢迎呢我们的 IRISA 大大，以及呢我们的廖苑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这是什么戏呢？这是台湾的歌仔戏，也就是呢大陆那边叫做湘剧。那呢，你那里是哪里人呢？你是马来西亚啊，还是新加坡的朋友呢？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呢，你是哪里的朋友？如果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呢，你们那边一样也叫做歌仔戏哦。我们可恩说呢，心术失踪了哦。他可能在忙啦，所以呢没有空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哦，在推广呢文化戏曲，以及呢跟大家播报呢明天的天气，还有呢今天的即时新闻哦。刚刚呢故事讲到一半哦，讲说呢，同事呢就很好心的哦，拿这个营养补给的牛奶啊给我喝喝看，喝下去之后呢，我发现说，哎呦，这个味道呢我实在无法接受。那呢我就想说呢，赶快呢去吃个水果。那呢就想说刚好看到凤梨，那我们呢来吃个凤梨哦。我万万没有想到说我舌头就破洞我还去给他吃那个凤梨，真的是刺痛到一个不行哦。所以说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是说呢，你的嘴巴如果有破洞呢，别忘记这个呢，不要去吃那个凤梨啦，然后柑橘类的啦，还是会酸的那一种的会太刺激哦。昨天呢，真的是刺激到我的舌头呢，到现在呢，还是破了一个很大一个洞哦。欢迎我们的苑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他说呢，今天早回家可以看见你，看见我真高兴哦，感谢我们的苑玲哦，福气满满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想不到呢，一个小小的电台呢，可以让大家呢有点福气，有点高兴哦。那呢，刚刚也有跟大家播报一些新闻，也有跟大家播报一些笑话，也有跟大家呢，讲明天的天气哦。先跟大家讲哦，下周呢，其中有一天，
还在瞧这个时间哦。下周呢，其中有一天会有一个好友访电台的节目。这个好友访电台的节目呢，会有一个宝金的帅哥哦，小弟弟呢来到呢雨涵的广播电台，所以呢，我们到时候呢会提前在这个贴文呢做个公布，大家呢再瞧个时间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如果你有什么样保险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线上来问他哟。如果想要得到呢雨涵电台的最新资讯，也都可以底下连结加入我们的赖群组哦，感恩大家。今天呢再跟大家呢讲一个笑话。今天呢我问我同事说呢，你爱不爱我？他说呢，我很爱你呀，但是呢在梦里爱你哦。那呢我就突然间给他接了句，他在梦里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哇，他真的是笑到一个不行了。他说呢，这样子你也有办法接哦。所以说呢，跟我上班的同事呢，可以有点开心哦。我们随时随地呢都在唱歌啦，是一个唱跳歌手的概念哦。连我同事呢也都自己呢会唱跳起来。所以说呢，如果你们也是跟我一样喜欢唱歌的朋友呢，你就尽量的呢给他多讲几个关键字哦。就像呢，我的同事说呢，这个苹果呢不小心掉到地板上哦，那呢他就说啊，完蛋了啦，他受伤了，他凹陷了啦。那呢我就突然间接说，心碎是因为爱情不如意，雄雄锁来想袂开。结果呢他说奇怪，你明明这个27岁的年纪哦，怎么内心住着老灵魂哦？所以说呢，如果呢，有想要跟着我一起上班的朋友呢，也都可以跟着我一起上班哦。你天天工作也是唱戏吗？其实哦，我白天的工作呢是知名超市的工作，也就是最近呢鼎鼎有名的工作啦哈，的知名超市的工作。晚上呢才上来跟大家聊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那每周四哦，我还有日照中心的公益活动，还有去唱戏给老人家以及呢至亲的小朋友听。那呢没错，几乎呢工作上面呢也一边在唱戏，在逗乐大家咯。所以呢，我有一些同事说晚上要上来聆听我的雨涵广播电台。我说不用啦，你白天听到我的声音呢就已经够多了，你就等于听了一整天的雨涵电台的这样的节目哦。晚上多听呢，只是呢再多增加你的这样的负担而已哈，并没有什么帮助哦。感谢我们的蛙贵的笑容，以及呢我们的 POPO 大的提问哦，感恩你们，给你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欢迎上来雨涵广播电台的各位好朋友，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别忘记哦，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那呢我们都会讲一些戏曲相关的内容，以及呢这样子新闻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报哦。欢迎我们的恐龙康朗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呢，在给大家唱唱歌之前呢，先来跟大家讲今天的主题哦。你会想当植物吗？
不论呢你是信什么宗教哦，有的宗教呢相信说呢死掉之后呢会上天堂，有的宗教呢相信说呢如果你做坏事呢会下地狱，有的宗教呢相信说会有轮回，你还会有再来下一世哦。那呢如果还有下一世呢，你想要选择当什么呢？你想要选择当鸟啊，你想要选择当猫咪啊，当狗狗啊，还是当人类呢？还是呢你想要当这个植物呢？我有一天哦有点好奇，我就想说呢如果我们人哦下辈子呢去当植物呢，不知道哦被采收啊被收割的时候呢会不会痛哦？所以说呢我就好奇的上网查了一下，我发现呢原来这个植物呢它是没有这个神经的啦，所以说呢它被这个采割的时候啊，被裁切的时候啊，其实呢流的这些汤汁呢只是说植物里面分泌出来说防止一些虫呢去咬它，但是呢它并没有知觉，它并没有痛觉哦。那呢你会不会想要当植物呢？下辈子没有这样的痛觉哦。而且呢，植物呢，就像呢，刚刚首先开始讲的说呢，很多朋友会说呢，你不吃动物，但是你吃植物啊，你还是呢伤害这个生命哦。但是呢，在这个佛教的佛法里面呢，这个植物呢不包含在这个有情的众生里面啊，因为它没有感情啊。只有我们人类啊、动物啊、各种呢才有这个感情哦。那呢，你是信什么宗教呢？你相信会有轮回吗？还是呢，你相信你会上天堂？还是你相信呢？如果做坏事会下地狱？还是呢，下辈子呢，你想轮回回来当什么动物或者是植物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下喽。再来呢，节目讲到一半哦，我们再来唱个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等一下呢，再跟大家来讲故事哦。欢迎大家呢，跟我们线上来做互动，跟我们来做聊天。我们先来聆听一下七字连、七字摇板跟带七字一，感恩大家。公主做事理不明，颜色予人心头痒。动手假死伊生病，待好恁去后心不强。驸马孝心，因为爹娘同妻离，风风边上了天，军队去领来吃亏。大水风管难消天，听歹八宝金相依。驸马无讲世情义，并过王阳平义。这首呢是我们的七字连、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哦。内容是什么呢？内容是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驸马呢，生气之下呢，真的拿这个藤条来打金枝哦。打完之后呢，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啦，怎么办呢？所以呢，赶快要绕跑了哦。绕跑完之后呢，这个公主当然很生气啦。我打坏了我的这个凤冠哦，也没有作用。我扯坏我的衣服也没有作用，我一定呢要去跟我的皇上爸爸呢，跟他告知这件事情哦。
你们觉得呢？节目的最后呢，这个一怒打金枝的结尾呢，会是怎么样的处理方式呢？欢迎你上网所查哦，这个怒打金枝哦。再来呢，想跟大家聊聊一个比较最近的议题哦。你想要呢，一起来使用这个6G 网路吗？什么叫做6G 网路呢？当我们要上飞机的时候呢，是不是常常都要关这个飞行模式呢？那呢，现在有一些航空啊，会提供说呢，你关完飞行模式之后呢，可以开这个飞机上的这个 WiFi 网路哦。那这个 WiFi 网路是什么呢？连这个卫星的网路哦。那呢，未来的这样子的6G 的网路哦，就是呢，在地板上呢，我们呢可以接收基地台的，可以接收呢，这个天上这样的卫星哦，让这样子的呢，网路呢不用限制说一定要在平地啦，这个山区啊、海边啊，也都可以呢，来接收到网路。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还是呢，你会担心自己的月租费呢又会再上涨呢？等一下呢，再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几居是什么意思咯。在我们呢所听过的，从这个3G 网路啦，升级到4G 网路，升级到5G，然后呢升级到未来有可能到6G 网路，这是个 G 是什么意思呢？G 呢，就是代表着世代的意思。从我们这个3G 的网路呢，就是呢开始可以收看 YouTube 频道的开始。所以说呢，早期做这个 YouTube 频道的时候呢，就是 3G 网路的出现。到了4G， 到了我们现在呢开始推动5G， 到了呢未来呢会有连接这样的卫星，连接呢地下的基地台。以及呢，连接呢这个在半空中的这样的无人机，这样子呢，其实哦，在我们的开车行车安全上呢，也会多增加一些的安全性哦。那呢，这个几居呢，就是代表着世代，所以呢，你期待6G 网路的到来吗？还是呢，你会担心自己的月租费呢？再来呢，来跟大家播报一个今天的比较大的新闻哦。今天呢，在这个新竹的台68线呢，有这个警察呢在排除这个路中间的障碍物哦。想不到呢，后面的货车哦，因为呢没有发现呢这个警车呢停在这个原地，所以呢就冲撞上去了。这个警察呢，2个警察哦，差一点呢。就是短暂的失去这个记忆力哦。那呢，也还好呢，生命没有安全，没有这个危险哦。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呢你开在这个国道上呢，也要注意一下前方是否有障碍物哦。如果呢有一些警车啦、公务车啦，这个施工车辆啊，也大家呢要记得呢缓速哦，慢行一下呢，尽量绕道一下哦。感恩大家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哇，后期大家的互动比较少哦，大家呢聊天起来做一下互动哦。再来呢，给大家呢来播报一下呢这样的新闻。在我们台北地区呢，我们大家都是坐这个捷运，对不对？那呢，有一个80几岁的妇人呢，在这个民权西路上哦，这个捷运上呢，
他刚要上车，结果呢，他的行李放上去之后呢，刚好这个门就已经关起来了，这个捷运呢就开走了。他赶快去求救哦，好险呢，这个站务人员呢帮他救回他的行李哦。但是呢，也是有点搞笑的新闻。那呢，如果你有发现这样的情形，有老人需要帮助的啦。甚至呢，自己呢，这个行李已经放上车了，结果呢，人还没上车的捷运就开走了，也要赶快呢，紧急的来求救咯。在这个新北有这个牙医的诊所的天花板呢，还好呢，它还没开哦。还没营业当中的时候呢，这个外墙的这个天花板呢就掉落下来。那为什么会掉落下来呢？因为呢这个白蚁去这个腐蚀呢，去把它吃掉了，把它蛀掉了。所以说呢，你家里呢如果有这一些这样子木质的窗户啦，木质的东西呢，大家也都要注意一下哦。白蚁会去吃它，所以说呢。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的 MECH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Hello， 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哇，那也好险呢！刚好有行人要过去的过程当中呢，他刚好已经先掉下来了。还好呢，这个行人呢闪过这个天花板哦。那大家呢，当然也都吓了一大跳。那呢，等一下呢，在跟大家来播报新闻以前呢，我们再来唱一下我们歌仔戏曲调的都马调。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都马调哦。线上朋友呢，欢迎跟我们互动聊天喽。宫廷笔画，将军神礼来拜，我并开条工，将伊塞，他洗洗手，是我不介意，照做上命，夫妻才能在和谐。公主啊，今日成人，这是你的错，本宫有缘的过程。你有灵奈我何？相片照行，我拢有照做，让你过爱，免来啰嗦。差你记啊，你呀做会行，怎般对你呀？对你来量情，我不量情。这首呢是我们歌仔戏曲调里面的都马调。为什么呢？给大家唱这样的曲调呢？在我们一路打精致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公主呢逼这个驸马要下跪给她道歉。下跪以前呢叫做君臣之礼啦，那呢就要求他要行这个君臣之礼，给他下跪道歉啊。结果呢，这个驸马呢，已经遵照他的意思哦，这个呢，公主还是不原谅他。你有没有很长时候呢，叫人家道歉完之后呢，也不原谅人家的呢？又甚至说呢，你有其他朋友呢，叫你道歉完之后呢，结果呢，他不原谅你哦。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呢，你会有点这个骂脏话在心里呢？感恩我们的 MECH 大大给我们的一个赞赞哦，感恩你的赞。欢迎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如果呢有详细的说休播的资讯呢，也都会发文在这个贴文上，以及呢在我们的底下的连结，我们赖群组的连结，甚至呢有我个人的脸书以及 IG 哦，都会发布同样的消息，告诉大家咯。
再来呢，来跟大家播报一则新闻哦。你的身边朋友呢，有没有也是残障人士、身心障碍的人士呢？在台北呢，有一个身心障碍的人士哦，他呢要去这个知名的百货里面的牛排店哦用餐，结果呢，这个牛排店呢跟他讲说哦，因为呢，你坐自己的这样的电动轮椅，而且呢比较大哦，比较大型，会再多占用到一个人的空间，所以呢，你必须呢再多付一个人的钱哦。而且呢，还会多收这个10%的这样的服务费。你觉得呢？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呢？这个身障人士说呢，哇，从来没有去过任何一家店家哦，居然这个身障人士呢还要多付这样的金钱哦，还要多付钱。结果呢，当然最后呢告到新闻之后呢，这个店家呢赔偿说免费招待他呢去另外一家呢一样他们的分店呢来享用这样子免费的一顿的料理哦。你们觉得是对的吗？还是错误的呢？也都可以呢线上来跟我们讨论一下下咯。感恩我们的 NECH 大大说呢，唱得很好，已按赞。感恩我们的 NECH 大大，也别忘记哦，帮我们订阅起来。明天的8点钟一样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那呢，今天的直播节目哦，会有点大舌头的原因是因为呢，我的舌头有一个大大的破洞哦，所以说呢，会听到我一直在吞口水的声音，以及呢有点大舌头的声音哦，就请大家见亮喽。感恩我们的渊灵说好好听，各位晚安，直播鼠晚上好。感恩我们的渊灵的称赞哦，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大家呢多多跟我们做互动，多多跟我们做聊天哦。你觉得呢？像刚刚那一则新闻这样子呢，身障人士呢要多付1倍的钱，是对的吗？还是错误的呢？在这个新店地区哦，这个艺人这个袁爱妃的家里哦，居然呢跑进这个猴子哦，跑进这个猕猴。据说呢，在新店这个地方的山上呢，有很多猕猴呢会窜来窜去，以及呢，他们居然呢会自己的来开纱窗哦。所以说呢，在那边的住户哦，几乎呢，都不开窗户了。甚至呢，开纱窗呢都要注意呢，这些猕猴会不会跑进家里来哦？听起来好像有点危险，但是呢，那里的住户呢，其实哦都已经很习惯呢，跟这个猕猴呢在一起生活了哦。欢迎我们的书音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感恩我们的书音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再来呢，等一下呢，也跟大家播报另外一则有关于松山机场的新闻哦。今天有没有朋友出国的呢？甚至呢，你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或者是你刚刚已经看到了这则新闻，这个松山机场呢，居然停电哦。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来聊下去，感恩大家。大家上来雨涵广播电台的朋友呢，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先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下周会有其中一天呢，有这个宝金的赛弟弟来上节目哦。如果呢你有什么样的保险问题，也欢迎呢当天呢来询问他。这个资讯呢，我到时候呢会提前哦放上这个贴文网络上呢先跟大家讲说，哪一天呢会有保金人员来上好友访电台的节目咯。我来看一下这个留言哦。这个呢，
ROG 大大问说呢，我是同性恋吗？我是同性恋哦。然后呢，他说呢，这个同性恋可以不要开直播节目吗？那这样子我的回答就是不行哦，因为呢，我爱开呢，又或者是说呢，你来爱看我们的节目呢，那你为什么又要批评呢？那这样子呢，就让大家来检视你咯，那我就没办法了齁，这是你自己提出来的问题。那呢，我们来唱个歌仔戏曲调咯，我们来唱一下《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先来听一下歌仔戏曲调咯。心不看心不留，为爱多做去拜寿，恋恋今宵多优秀。感恩呢，我们的蛙贵呢帮我们出声了哦。我们蛙贵呢是很有福气的人哦，他刚好呢在这个520的隔天生日哦，刚好是521，感恩我们的蛙贵的支持哦。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对，真的没错哈、哦。我们呢刚好呢有我们的蛙贵哦，我们线上的粉丝好友呢，真的是可以升级做我们的管理员了哈、哦。人的社会地位呢，就反映出嘴巴说出来的话哦。哇，真的感恩我们的 RABB 大大，掌声鼓励鼓励。想不到我们 RABB 大大呢有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还是你刚上来，刚刚怎么都没有出声呢？先给你一个掌声鼓励哦，因为呢，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在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我真的非常的感恩大家哈，因为呢，真的大家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支持，以及呢，小小电台哦，居然呢可以散播这么多的欢乐哦，
而且呢，大家不论呢这个忙碌到多晚上来聆听一下10分钟也好，上来聆听一下5分钟也好大家都非常的珍惜。所以呢，再给我们这个 RABB 大大呢一个掌声鼓励鼓励。这个呢，就是呢，我觉得呢，真的要感恩大家的部分真的是非常珍惜任何时刻的节目哦。这个是在干嘛的呢？我们是在唱这个台湾歌仔戏这个传统戏曲文化啦。也就是说呢，利用这个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呢，聆听一下台湾的戏曲，以及呢，聆听一下明天的天气，还有今天的即时新闻哦。再来呢，跟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哦。今天的松山机场下午时段呢，有稍微停电一下。那呢，就赶快呢来用这个发电机呢，这个备用电哦，来让这个柜台呀等等之类的呢，继续的来营运来操作。但是呢，其他店家呢是没有供电哦，其他店家呢上面也没有电，那电灯也没有电，这收银机呢也没有电。那呢，居然还是有民众哦开着手电筒哦，大家呢去逛这些店家。如果是你遇到呢这个机场停电呢，你会不会呢开着手电筒呢去逛这些免税商店呢？这是我觉得蛮厉害的地方哦，是大家呢就算在停电的时候，在这个乌漆嘛黑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有这样的购物欲望哦，真的是我觉得台湾人呢，以及或者是各个国家的观光客呢，都是算蛮厉害的哦，居然有办法开着手电筒逛这个免税商店。不知道呢，如果是你遇上了这样子机场的停电呢，你会不会继续的去逛街购物呢？如果是我可能不会啦因为逛街购物，然后在这么阴暗的情况下呢，不知道里面会不会热这个其实我蛮好奇的地方，蛮搞笑的我们蛙贵呢也给我们一个笑容。那呢，在刚刚呢，有跟大家分享说呢，都来了欢迎我们的灵感菇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7不就完了？没错，就是呢，里面的店家呢几乎都不能做生意，包含有一个餐厅呢，他说原本进入了一堆的这个10几个这样的日本客人要来吃东西，结果呢害他呢什么也没办法煮也没办法接，因为呢你要开瓦斯要煮汤要做什么你也看不到啊，然后呢你要结账也没办法结啊，然后呢你要做什么呢都没办法做，所以说呢大家呢就这样子等待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点才有办法呢供电继续下去营业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人的购物欲望呢也是蛮厉害的这不是西小瓜吗？不是我是雨涵电台的直播主，我叫做钱蛋雨涵本姓郑所以我叫做郑雨涵。西小瓜呢是很会跳舞的艺人我们不会跳舞，所以说呢比不上人家真的呢，在我们台湾有很多艺人呢真的都非常的厉害你们呢再来这个跨年夜会去哪里跨年呢？有的在北部的朋友啦，就像我们的蛙贵在北部的朋友你会不会想去台北的跨年呢？又甚至呢，在中部的朋友，你会去台中市政府跨年吗？还是呢，你会去到哪里跨年呢？都欢迎呢，大家呢跟我们讨论一下先请大家呢，先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
哇，我们的 KA 大大说很像呢，哇，感恩你哦，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如果呢真的长得很像哦，那我们就要继续努力经营的下去哦，因为呢有你们的支持呢，雨涵电台呢才可以继续的主持下去哦。感恩我们 POPO 大大的支持，他说呢，你唱歌呢很不错，感恩我们的 POPO 大大，掌声鼓励鼓励。刚刚呢有给大家唱过这样子的七字调、都马调、七字连，然后呢七字摇板跟带七字音哦。等一下呢来唱个不一样的歌曲，叫做七字连空奏哦。先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也感恩我们的 SGA 大大说订阅了，感恩你，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线上朋友呢，你们是哪里人呢？我们的 N1 大大也帮我们出声了，他说呢，歧视别人可以证明呢，此人无家教。网络上这种人太多了，感恩我们的 NECH 大大。今天好多线上朋友上来哦，感恩我们的蛙贵，感恩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感恩我们的叶明，感恩我们的 ALI 大大，感恩我们的可恩，我们的柔宇以及少宇，还有 POPO， 还有我们的 JOS 大大，以及呢我们的怨灵哦，还有我们的IRIS 大大。以及呢，我们的很多的恐龙康朗以及 NECH 大大哦，还有呢，我们的舒音，还有呢，我们的RO 大大，还有我们的冠宇也上来哟，还有我们的SGA 大大、IBB 大大，以及灵感菇，还有 KAH 大大哇，好多朋友念都念不完了感恩大家的支持呢，才有办法让雨涵电台你看来到了70集，真的是呢越来越多人呢来认识我们非常的感恩大家。我蛮好奇的大家呢是哪里的朋友呢？比如说呢，我们的 NECH 大大是哪里的朋友啊？还是呢我们线上朋友呢也都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说呢你是哪里的朋友，让我们聊一下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呢，快到年底了快要到跨年了，你会去哪里跨年呢？这点呢，我也是蛮好奇的我们的 POPO 大大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啊，那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感恩你上来，掌声鼓励。再来呢，给大家来唱一下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七字连空奏，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来听一下呢。这首歌曲呢会有2个人的声音会有男生，会有女生，我们一起来聆听看看咯。秋难改，中中心锁水人在，夫妻和海呀，已经上水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拜礼啊，实在太乱来。我会好受，亲像过年。
红红的小鸟啊，无会走定你爱，一步迎春山调我自来，红霞成hiện thái quê古埋。冤家当尊啊，当心抓住财，诚心渐将生地大，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拜开？这首呢叫做我们的七字连空奏，也就是呢我们在各说各话的时候呢，可以用这样子呢来所做演唱。先欢迎我们的淑芬姐，先欢迎我们的这个樊芬，以及呢我们的 YF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给你们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哦。我倒回来讲哦，我们这个 YF 大大说呢，好酷，年轻人呢唱这种曲哦，没错这个雨涵电台呢在推广我们台湾的歌仔戏文化，所以呢会用唱一些歌仔戏曲调，会跟大家讲明天的天气，以及呢跟大家讲今天的即时新闻，来跟大家做聊聊天哦。感恩我们的 YF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淑芬姐说呢这个你上周五去看戏，所以停播哦。没错，因为上周五呢发生一些事情哦，刚好接收到一些资讯，所以说呢觉得心情不太好呢，我就不想要开播，因为呢我不想要影响到大家。另外一点呢，也就是因为我的舌头破洞啊，这个太多天都太晚睡了，所以说呢这个舌头破洞的在教训我了哦。那我就想说呢也不要呢让大家呢上来聆听我这样子大舌头的想法。那呢结果想不到呢今天呢也还是这样子哦，舌头没有好，还是一样大舌头。所以呢今天呢大家就勉强听一下呢雨涵电台呢这个大舌头的感觉哦。然后呢淑芬姐说忘记要看你的直播了，因为这个上礼拜休假对不对，所以说呢会常常忘记这样子哦。吃 B 群好，没问题，我等一下呢马上来吃哦。所以说你看这个讲话起来以及唱歌起来呢就跟平常有所不一样。欢迎大家呢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那平常的声音比较不一样一点今天大舌头，所以就体谅一下下咯。刚刚呢跟大家来唱很多歌曲，等一下呢我们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好吗？还是呢你们有想要聊什么样的内容的，或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的，那呢也都可以跟我们再做提出来。我先呢来再唱一下这个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这个曲调呢我们安在这个驸马出台的地方，所以说呢等一下会听到呢这个比较男生的声音，比较呢有魄力的声音哦。但是呢先容许我喝口水哦，这样子。好，我们先来聆听一下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等一下呢我们再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咯。先来聆听一下歌曲咯。太祖平定领红兵，恢复帝君王守礼庭。
唯独公主不尊兄，驸马怒回我心平。一闹生病，要万幸。尊心加倍不将你敬，听说笑歌乐观地因，恢复翠意轮和明。抓灵家义小小安定，困在道边，听你情影，不由归爱后悔影。我突然间看到我们这个很震惊的消息耶！这个呢 ，POPO 大大说呢，马来西亚呢已经没有接班唱戏的人，所以说呢才会请一些台湾的这样子唱戏的剧团呢去到马来西亚。原来是因为这样子啊！我一直以为呢是因为呢马来西亚的人呢很喜欢看我们台湾人去唱戏的感觉。我以为是跟在地的唱戏的是不一样哦，原来是因为没有接班人啊，所以说呢，你看哦，这样子文化戏曲的传承呢是要推广下去的，也欢迎我们的 POPO 大大帮我分享出去哦。然后呢，我一样呢有我的脸书叫做郑雨涵，所以说呢，如果呢大家呢马来西亚的朋友，你们一样有脸书的话呢，也都可以加我哈。但是你们的脸书跟我们的脸书哈这个名字不太一样了哈。你们说这个上次有一个朋友说另外一个名字哦，但是我忘记了我记得你们不是叫这个你们叫面书对不对？你们好像叫面书哦。来，我们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用我们歌仔戏的都马调来欢迎大家喽！现在呢，大家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观察一下自己的气息哦，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在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甚至贯穿到脑中。让我们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要来感恩3件事情。我们所想，今天在公司上对待我们的同事，对待我们的主管，对待我们的下属，是否有平平安安的呢？甚至呢，对待我们的家人，对待我们的长辈，对待我们的小朋友，对待我们的同辈，我们的兄弟姐妹，是否阖家平安呢？再来想一下，面对我们的陌生人，不管是路人，甚至呢超商的店员、百货的柜哥柜姐哦，那呢，是否呢觉得呢，这样的感觉是好的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非常感恩你上来聆听
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先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给更多朋友知道这么好的节目哦。那呢，明天晚上一样8点钟会有直播节目哦。先来感恩一下我们的线上好友，我们的林小朋友，欢迎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很久没上来了哈，感恩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呢我们的苑林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他说真好听，不管别人如何讲呢，心情放松，永远支持，感恩我们的苑林哦。也感恩呢，淑芬姐已经跟大家说晚安了哦。没有，我是每天晚上8点直播啦哈，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直播，所以呢不是6点哈，是8点哦，大家注意一下下喽。感恩我们的皮卡丘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因为刚刚的歌曲呢都唱的差不多了，我们呢再来唱一下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做一个结尾哦。因为呢有很多朋友是刚上来的朋友，那呢我们来唱个歌曲来做一下结尾，感恩大家。但是呢，先让我喝口水哦，感恩哦。好，来我们来唱一下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阳光不切执相守，心不可惜不留。为爱多做一白袖，遍遍青草多优秀。萍水平替乐观见可以，我嘅悲在一孤单，好嘛一回过意。感恩大家收听完这首《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样来聆听一路打精致的 CD 专辑来做结尾。我们明天晚上8点再会喽，大家晚安。
心不怕失波流，为爱多做去白首，连绵今宵老有情。感恩我们的蛙贵，明天再会喽。感恩我们的 LIN 大大，晚安喽！掌声鼓励鼓励。新兵公主，军内正是怪命，今既要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所优秀，毋甘将礼赔。老君对神将头家。感恩我们的伟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虽然呢我们要下播了，刚好看到你上来，还是跟你打声招呼咯。真的来扫地咯，真正要来扫头卡哦，给你一个笑声哦。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然后呢，我们明天晚上8点再会咯，也欢迎呢你再来看这个回放一遍哦。感恩你，也感恩我们的可恩跟我们大家说呢晚安。害我真的是刚刚呢，所看了一下，原本想说呢要关掉了，要下播了哦，就看到我们的伟成上来跟你打声招呼哦，感恩你。那呢，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欢迎大家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感恩大家真的都不嫌弃我们的频道，非常的珍惜，不管有5分钟啦，有10分钟啦，有1分钟也好，大家都上来聆听一下。那呢，感恩大家咯，我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再会。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起来，那我的脸书以及 IG 呢也都欢迎大家咯。困在戈壁，听你情吟，不由归爱红回应。呀，驸马，落去悄悄归何来？爹娘这才享受宴失败，心不缺色，
互人好意猜。身体欠安，这驸马一定爱谅解，并非故意，毋通乱心怀。你假扮在府，我早知，是真是假，你既也了解。区区小事，以我动怒，就不应该哦。公主啊！世上好顶啊，是伟大，虽然贵尊，你敢知？天地关亲疏啊，着招牌，君在其上，你敢不知？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